现行当天3个地点，我通过因所计划的联谊到新的时间、新的计划，通过这个计划，注意情绪从1个间来最主来最后，从列心仪个的计划中间，通过这个计划所定出来的时阵，就建议咱的生活拢让一路做就，让一路理解。新年到我来有真侪新的当中，就咱要来处理这项，原处理是为保守，就是保定和建当中，就是讲保守每一个人的身体康健就变做，因为家己咱无坏的关系，因为事业会当顺利，因为教会落赛会当导致我练习在建当中3个地点。保守下来当当地业的节来最后的见解，最后的讲。主要是去找找兄弟姊妹，愿意投入伫教会的教育传点源，通过以线性呼调的声，以对每一个兄弟姊妹情绪来鼓励，看到教会教育传的需要，就愿意投入这个中间，愿意来奉献家己，为主你来做工。这个是甲正兄弟姊妹当。3个地点，也保守并采取的敬拜，对头到尾，一条顺利，一条线性的引带，或正下是希望拢会当是这中间来一条帮助。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告诉上，告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要敬拜之前，要甲咱呼吁几项事。头一项事就是你的手机是毋是有关机，请咱来检查看下一头。咱今日再去留一个无共款的敬拜，做团体要通过音乐诗歌做见证，所以要邀请咱朋友，真正咱用虔诚的心、靠无心来参与今再去一场敬拜。嘛要请所有的单位，恁为咧上台甲落台的时阵，保持迄个秩序甲严正吼。伫上台落台的时阵，咱嘛要来读一寡圣经节，来甲咱兄弟做一some个分享，互相鼓励。所以咱要注意来听，咱用今仔日的敬拜，上帝欢喜，接着咱的敬拜。今仔日是开讲节第一个主日，咱要来点到第一支蜡烛。这支蜡烛是有言的节，搁一遍提醒咱，多年以来，咱人一直听候弥赛亚的来临，上时也要期待上帝国度会通直接来建立。以赛亚第9章第6节安尼甲咱讲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出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第一辈和平的人君。
圣诗俄罗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6首。做伙来祈祷，听台天父上帝，一年来，阮感谢你的鼓手，带领阮伫圣的主日就职圣殿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第1主日，主阮感谢你，赏赐恩典，找见圣子耶稣基督。多谢肉体为阮的罪，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眼前毋是空空，不只有愿望，搁较是有脚骨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有份力，通正做你的囝儿。你的应允也互见若信靠你的人，罪要得到赦免，生命得到救赎，人生要有愿望。现在起伫感恩的日子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愿由阮用着谦卑认罪悔改的心，求主你的保护来赦免阮一切拢总的罪，也恳求你无照着阮的罪恶来保佑阮。阮也要透过诗歌、各种的乐曲、音乐、见证来学乐歌舞你的名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圣殿的时，阮就要对阮的心真正要来学乐你，因为阮知你是宇宙的创造者，是独一的真神，万王的王，全能的神，佫是守约的上帝。你是阮的大牧者，是真理，是光，是道路，是拯救，佫是阮的快乐，佫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的盾牌。你也是圣洁，也是饶赦，是公义，是信实，是慈爱。我也相信，你无对阮长长责备，也无永远受阮的气，是要为着阮陪同当，是阮的帮衬。你是要赏赐供应，是阮的安慰者，也是阮的医治，赏赐阮平安喜乐。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阮确信，伫你无所不为，伫你无有袂通改变的事，伫你无有恶正的事。打照着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同心祈祷的时，主阮确信你要伫阮的中间有奇妙的作为，要伫阮的中间要行出真大的奇事。主，你互阮的应允讲，既然阮祈祷。无论求什么，只着信就要得到。求你就要互阮。义人的祈祷所发生的快乐是大有功效的。主导阮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无论陷落伫任何境遇内面，拄着任何的风暴、惊吓、病痛、悲伤、失望的时，互阮拢会用信心。来向你祈祷做交付，将愿望放伫上帝，
主，我毋知圣神就要伫欠缺人的中间来动工，因的尽头就要诚侪起头，绝望就要诚侪新的毋望。因为你甲阮讲，你就是有活命的饼，就问你的人决断袂夭，信你的人永远袂喙焦。主，到阮搁一遍你的面前，恳求主施恩怜悯伫阮台湾正百姓中间。耶稣基督成做阮台湾的救主，人人尊你做权，阿乐求叫你的名。啊，阮这个时恳求上帝，愿你怜悯赐福阮的国家、社会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位你恳求主爱，你所欢喜敬的心上。愿阮一生拢伫上帝你的圣所，永远来学了你，来敬拜你，来敬畏你，一生听你无煞。愿阮今仔去敬拜诚侪芳芳的祭，主求你健康听阮的声，得到你欢喜的接纳。阮来祈祷奉耶稣的圣名。咱要来交托启文，启文伫圣诗后面23篇，23启文23，诗篇90篇。咱要用启言的方式，咱做来参加启言。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。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因为上主之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上主应一个荣耀归互伊，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。一声，对万国宣告上主最好，世界经过袂动摇。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上主你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。下面咱要请圣乐队来献诗。Come
谢姚花，求叫伊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在，就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当论伊一切医疗的所行，就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，找姚花的人心内就欢喜，就求姚花甲伊的关联。 常常找见伊的面，恁着学摇花，恁着感谢摇花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遐，之水为讲起摇花的大愿力啊，之水为表明伊一切名声，定守光明，常常行公义的，任何人。 就福气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！我要尊你做源，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祝谢你，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。摇花枝大，应该是大的学乐，你的大狗袂当切度，一代要对迄代学乐你的所做，也要保养你大权的事。 我要真正受你尊贵健康的威严，甲你医疗的所在。下面咱要请各位阮姐妹来做见证，伊非常认真理了，因为上礼拜3个礼拜，伊是迄个无因为姊妹的新妇，也是咱所认捌阿贤的太太吼。
要来与咱做见证，伊生命上帝听伊的祈祷，来得到伊所爱的，咱就是咱请伊来做见证。大家平安吼！我是部组的主办，我叫郭慧芬，我是真的太太。我是印尼华侨，我19岁印尼有去教会。有一天我去上班，中间阮阿姨打电话叫我转来，我转去，看伊讲要叫我相亲，我相亲想讲，迄是古早人的代志啊。我听着讲你台湾来的，我就讲台湾人拢是拜拜，我无爱。我是讲我要嫁是基督教。迄有3个条件我要爱，一个是基督教的，第二，迄查某人需要我照顾，第3上少嘛要有一间厝通大。上帝为我准备的，阮大家就为内底听着我讲这个话时阵，我爱基督教，伊为内底冲出来，因为我要准备我去上班。上台人讲叫我小等一下，我想讲，伊讲我是基督教的，迄当时我想讲，哪会较拄好？我就讲无互我冷静一下，互我下班才讲。迄当时我下班了后，伊搁伫遐等时阵，我嘛真奇妙。迄当时嘛是答应讲好，4个月后我就嫁来台湾啦。嫁来台湾，一段时间听着。听人去讲我国语袂通，台语袂通，后摆说也是要安怎？迄当阵我就为着这个代志了。虽然我无啥会晓讲，我听有听人去讲我啥物话，不管你台语、国语我听有。迄当阵我一打就是目屎洗面，是讲，阮大家甲阮翁是想讲我伫想。其实我毋是咧想厝，我想讲，我后一代我若生囝会安怎？无惊上帝，我就逐工祈祷，祈祷了后，上帝就听着我的祈祷讲，你毋免烦恼，伊就抱一个囡仔互我，抱一个囡仔互我，就抱回来的时阵，迄囡仔就无去啊。我就听着讲，迄囡仔无去啊，伊讲伫你的腹肚底。我想讲，我肚底了后，我就过2、3礼拜了后去检查，就讲有心啊。有心的迄当阵，我就甲大家讲，我讲应该是会生查甫的。我就有信心，阮大家讲你哪会知？我想咧想讲，要生我知啊，我就使先使上帝保护我。无过1、2年了后，我就生阮查某囝，嘛是共款，我拢知啊，要生查某囝。真感谢上帝，这一路来引带我，安尼听我的祈祷，互阮囝拢一路来行来拢平安，拢顺遂，啊上帝一直甲伊祝福。啊，即马阮囝在读大学1年，读东海大学中文系。啊，阮查某囝即马要读，即马伫读高2年级。啊，感谢上帝保守，一路的带领，点灯归乎上帝，阿爸爸，天堂的上帝。我讲了就紧张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你是这个啊，你是这个上帝是祝福满满，啊，这个家庭讲伊上帝祝福非常大。像花。
恁着用感谢摇花唱歌，弹琴唱歌，学到咱的上帝。伊起云遮天，为着地伊万雨，互山发草。伊手持食物，互走兽，甲地好的乌仔囝。伊无意爱马的力大，伊无欢喜人的骹咬草。摇花是欢喜，敬畏伊。甲五头落伊，伊会种书者啊，恁着学落伊；伊会种天君啊，恁着学落伊；日甲月啊，恁着学落伊；发光的清晨啊，恁拢着学落伊；天顶的天，甲天以上的水啊，恁拢着学落伊，才会拢着学落摇花的名。因为伊一个命令就拢受创造，伊将这个建立到永永远远，又定咧回回退无。各位阿姐，等一个离上伊看起迄时完，儿童诗班迄时完，最后一节就是咧吟圣诗67首。伫等一个音幕顶面有歌词，请咱会众做伙来吟圣诗67首。
创造这个水国美丽的世界。是啊是啊，咱耳孔通听见，有鸟食得叫的声，佫有树蟬的声，佫有囡仔的笑声，佫有真多无共款的声音，咱也着爱感谢创造咱的天父哦。我怎样？这是天父创造的世界。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学老在听候你，轮到我的继续，你拢在下面，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院内的，只互人有福气。我毋要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下面咱要邀请郭美芝姐妹来为咱做见证，明心的太太，咱下面会请伊来甲咱做分享。亲爱的兄姐平安，咱是有福气的啦，咱受上帝拣选，自然伫遮要学乐感谢咱的上帝，阿爸爸上帝，真正是有福气的啦。我要感谢天父，永远无眠听，伊无因为我的软弱放杀我。我要感谢天父，手随耶稣。做我甲上帝中保，互我甲上帝当同好。我要感谢天父，伊将宝贵献神当作礼物，互咱完成我的祈祷生活。牧师我讲过，要活出耶稣教导的听，就需要有清洁的心思。才会当有圣洁生活表现出来。爱亲近上帝，上帝所赐予的
是咱的心灵，所以我就用较济时间来读经祈祷，时时默想这个代志。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会面对真侪大大小小的选择。我相信一个选择会当影响咱的生活。我就讲决意，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真心用心，无虚假，无论断。要宣告我要举起家己的十字架，无互魔鬼撒旦夺去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就祈祷恳求天父帮助我，提起无好的心思意念，单单注视于耶稣。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祈祷带来奇妙的作为，互我礼拜4天伫圣地陪我大家的日子，不再是艰苦事。我拄到代志的时，会当互我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讲，有吞忍尊重。但我学到的功课就是爱敬信祈祷，天父爱咱有一个悔改的心，安尼才会得到上帝的怜悯甲恩典。顺过无言甲应付的祈祷，得面着现行的同在。我也知影讲，我爱舍弃，爱放下靠家己的念头，爱倒转回转伫上帝的身边。当咱软弱的时，神现行互咱刚强，亲近上帝，上帝一定亲近咱。人生难免有受伤，可是咱着爱有正面的面对，调整咱家己的心态，用感恩的心嘴一直来洁净家己。每一项事，咱拢会当求问神顺福意，享受甲主亲密的关系。咱的生啊，就会不断的成长。我感谢好朋友耶稣，担当我的罪恶甲法度，一切荣耀归给上帝。好呀！耶和华你管顾土地，就好管啊伊，互伊真肥。上帝好。伊的水满满，你安尼备办土地，就是替人备办五毒，你管辖田园，满伊的沟，收平伊的粮，落好的雨水，互土地软软。其中所发生的，得着你赐福，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，你的路径拢由得地，你伫旷野的草坡。山头用欢喜做大来行，草坡用英文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谷做满来看，因拢欢喜说欢喜的声。
恁着学落摇花，着伫上帝圣所学落伊，着伫伊管理的宫商学落伊，着因为伊大管理的囝婿学落伊，照伊美妙的愿望学落伊，着分数学学落伊，弹舌、弹琴学落伊，拍鼓跳舞学落伊。用四弦的乐器甲分箫学落伊，用声大的喇叭学落伊，用音管的喇叭学落伊。凡若有喘气的，拢着学落摇花，恁着学落摇花。全队着往摇花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摇花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学老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学老伊的名，因为摇花是好。 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下面，咱们邀请银金姐妹来为咱做见证。
人生姐妹是苏晨的太太，伊是我评副长老上面这一对夫妇的新妇，咱就请伊来甲咱分享伊人生所拄到的代志。各位听者平安。牧师拄才甲我讲吼，一个人讲3分钟，我甲牧师讲，若是用国语讲，我会使3分钟；若是用台语讲，我会10分钟。所以咱就讲咱10分钟。我是伫主日部专门去讲故事的老师，今日要甲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伫我身躯顶的故事。某一个拜六的尾暗暝，思前要到邦桥驾车，伊就徛倒摆载用会甲我到车头，到的时阵就离开啊。然后当我要骑车的时阵，我发现竟然无锁匙。我想讲，应该是袂安尼，锁匙可能插伫迄乌倒摆的顶仔的锁匙孔，我就伸手，无锁匙，敢袂安尼？我当时讲，真正无锁匙，我就较紧叫请用会去找爸爸。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，伊迄个茫茫大海捞针是去找去找人，我就想讲袂使，若是用歹人掠走要安怎？我就开甲乌倒摆囥的，就冲去内面去找用配。等阮出来时阵，一个警察来，小姐，这里不能停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讲，真正歹势吼。我毋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的锁匙互阮先生带走啊，我要去找伊安尼。只是用着就讲，妈妈你会使用手机啊？爸爸看到问锁匙伫遐无？我就讲好，足奇怪，平时手机拢是好好，迄阵手机啊无灯，我试足一个拢袂使，我就真歹讲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我的手机啊无灯，我用国语说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可以麻烦借一下你的手机，然后那个警察就真好心的讲，好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几号？对，我就问主持人讲，我无锁匙到底呀？有呢，我想真的吗？就迄个同时，我就看到我的锁匙甲书城，我对那个火车就拜拜，就离开。我就没有钥匙。然后苏晴就讲，无安尼好啦，我到英国的时阵吼，我再倒转来，讲，提锁匙，伊就讲，免，你安尼上好诶，我袂，就讲，无你来英国找我好啦。我想，袂使，我无早钱包出来，我身躯无钱。我讲，如果即阵我是讲，不要紧，你就开紧去上课，我家己想办法，你毋免担心。我就挂下电话。第一边听我们对话的那个警察说：“小姐，你的钥匙被你先生拿走，你都不生气吗？你又没生气吗？”伊就用一种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就讲：“嘿啊，锁匙就讲摕走啊，我是想去锁匙嘛袂转来啊，无要安怎？”伊讲赶你去上课。警察就讲，若是一般人吼，早就气炸了，就生气的，一定吼。就会破口大骂的冤家起来，你是安怎袂生气？我就讲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因为阮的教会即摆伫操练，是吗？操练和平使者，过和睦的生活这样。完了，远景不但帮我很好，你都帮我牵摩托车到那个警察专用的停车区去，全部只有。我那一台车不是警车这样子，然后伊就讲，安尼吼，等你先生暗时转来时阵，再叫你来提车，然后我会告诉我交班的那个同事，跟他讲说你的车就放这里，然后呢，从钱包拿出很大口，你开紧这计程车，带你的囡仔去等，然后后来还发生一连串的，其实就是后来我都。不死心，我怎么可能手机会没电？我就看着我妈妈，试着想要打电话给我妈妈，竟然手机没通。然后我讲妈，请问你跟我问到位手机？我妈一直伫外口就讲，有啊，伊就看伫伊桌上豆手柄第二个红色的红包袋
我想讲，哦，记得这么清楚，连我妈妈的豆丁平常是乱中有序，因为找物件也很不方便。我就说，哇塞，怎么这么好？我就赶紧请我爸爸提收拾啊，然后我就坐计程车，提两百块坐计程车去阮兜，然后拿钥匙。后来我就摕着锁匙，徛到乌托摆载我囡仔转去。啊，毋过暗时我就看到有搞，我讲妈，请问者，你迄豆丁摊落来，你是安怎的？遮清楚你的我的锁匙哪会放伫包位？我马上讲三天前，就是临时我要开一个会。他要帮我找那个印章，啊，伊就拄好看到迄个锁匙，伊就想讲，伊要甲伊摕起来，放伫伊左手边红包袋里面。3天后，我就这么需要那一把钥匙，所以当时我的心里哇，我们的神真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他在事先他都已经知道3天后我会需要用到这把钥匙，我会需要那个，然后他就为我预备了哈。这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。在和平暑假的操练中，我经历了真侪代志，是3言2语可以说尽。不过我感谢你这本册的操练，让我以这段时间所拄到足侪代志，能够依循着运用，然后安稳自己的心，然后操练我家己。互家己的生命演讲有另一阶段的境界，将一切的荣耀归乎上帝。愿耶和华一路的行，也能成为大家的帮助。谢谢。因来当少人钱哦，因真有谦卑有怜悯的心，上帝是主爱的上帝，是真正的事，所以上帝比无可能的代志，永远要讲这个可能，刚刚讲这个。我
出嚟感情落去。如果你若是无明白方面的意义，采用祈祷来表达对你的感恩。 上帝，阮感谢你恩典满满，因错案经过日子，拢通得到顺利平安。阮献上阮的感谢。今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，阮用欢喜、感谢的心来献主你对阮的疼痛甲救恩。但即时，阮来奉献金钱做圣工路用，求主凡圣活感觉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啊，这，咱要尽力祈祷以前，咱牧师来大约解释，咱今仔日一个整个敬拜，这是咱的崇拜部圣乐组因伫遐来特色来收讲咧伫今年的感恩节。 大降节第一主日是咱用倒一种方式伫遐来呈现出来。牧师前已经甲咱讲过，咱的教会的即个哪里度，其实是为今仔日来开始，就是咱用咱的信仰中心是主耶稣，主耶稣伊咧诞生以前，咱有4礼拜的准备心，所以今仔日是大降第一主日，所以咱教会中咱2012年，其实就为今仔日开始啊。 昨暗咱伫教会中，咱有点灯一礼拜，遮点灯咱伫走廊所在，咱有点灯。代表讲咱是旧的年已经过咱开始一个新的年，所以伫这新的年中间，咱要用倒一种方式，伊的所在开始，敢若咱的新年共款，咱就感觉应该用一寡音乐用乐器，顶顶遮，咱来献上咱的感谢。咱看见今仔日有遮尔多。 甚至第一场中间，佫有即个手装团吼，还有遮光、遮等等遮，咱今仔日差不多把咱所有的遮诗班较袂隆重吼，袂隆重呈现伫咱的中间，包括乐器咱嘛袂隆重，但是遮是咱会当感觉真会当互大家来参与伫敬拜中间的一种方式。咱伫前3礼拜时，咱有即个侍奉的博览会，也咱有呼吁讲看有即个侍奉的机会。 啥物人要来参加？是咱知影，你若参加，中间一项时阵，就是咱第年底是会当做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咱也感觉意愿，即个感动是意愿会当过来报名，要来参与。因遮个拢用真侪时间，伊所在来团的，
所以咱伫礼拜中间，咱真罕的来拍鼓啊，所以咱只是用掌声来献上哦，伫咱的主的面前哦。感谢上帝的鼓励哦，我们会当继续伫这方面会当好好练习会当迎跟上帝。这边咱来三个咧，要来报归前，咱要三个来祈祷。环境头咱有三项代志，咱来祈祷。今仔日是感恩节的主日，也是来感谢的主日，所以咱为着今年所经历，主安怎祝福伫咱的心上，安怎带领咱来献上咱的感恩。第二，咱要为着主耶稣伊愿意，为着世间人的罪，要道成肉体，到伫地面上要受苦，不留宝贵，咱来献上感谢。也相信也真咱的罪。第三，已经年底时，咱来为着每年度这计划，咱不忙弄当合伫上帝的心意。我邀请咱大家低声为着这三个代志来祈祷。所以，咱大家把对上帝关键字感谢来注意，感恩的时候，感谢咱主要的帮助，带领我们平安的感谢，相信我们有大家这个主力关系主。主听人拍背上，阮感谢你伫台港，伫主你在感恩节时阵，阮献出啊满心的感恩，伫今年中间主你安怎引带带领，阮感谢你，也相信着每年度阮也要计划时，互阮所做咱下伫主你时，阮的祈祷都在所名。咱实在有几样代志要来报告。头一项，咱看咱的周报顶后，这个消息内底。咱看即个大港节，咱逐年拢有甲即个大港节的意义，咱有写出，咱看第5页所在，是经过4个主日到第最后一个12月25，就是圣诞的主日。即礼拜咱今年咱拄好12月25，就是咱的咱的主日，所以咱会经过这5个主日定的。然后咱看移民的所在，有即个咱有要点蜡烛的人，请咱为着即个点蜡烛的，咱有着来祈祷。咱拢是照着即个咱的义种信用结会，咱一直排落来吼，每一排到即个所在，希望伊拢有着勇健身体，到时拢是也真敬虔的心，带领咱逐个人来点即个蜡烛。后来佫倒转来看周报内底第4点，第4点讲着咱的即个组织已经出来，请咱来看第10页甲第11页。咱前是干那讲到部长甲副部长，即马咱将咱所有组长咱拢已经写出来，即个做完，咱倒转去看，你若有熟悉，甚至无熟悉，拢无要紧。倒转个时，你逐工伊祈祷中间为着因遮来祈祷，因为未来1年中间，伊要将做一个核心通过，咱教会当兴起的咱环境，是靠着遮个人，所以咱为着因，将咱背后咧祈祷的即个困难。咱去看第5大点的第1小点1、2、3，底下咧讲着，后礼拜就是咱要举行就任式，然后写着爱参加的人，请咱举办先，就任式煞去到，咱就底下来举行中聚会甲小会，去请原来的人、原任的甲新任的，拢总爱来参加，是一种交接的意思个。然后后礼拜嘛是咱今年最后一遍的福音主日，来当邀请咱遐未信的即个朋友到伫咱中间，请咱看第9点的第一点，咱诞生伫12月24日，咱有圣诞节的即个游归的即个活动，但是咱80人以上，咱才要来举行，所以有人透过小组伫遐登记，有人无参加小组的，请伫公布栏的所在伫遐写你的名起哩。咱到15号时，再来决定有够个人啊无。然后第2小点，伫遐讲到咱的主餐，12月25主餐，咱会登记到伫12月11，请咱会记咧吼。然后咱今年项目要关闭是12月26，所以伫迄个以前，咱若要奉献要请款的，拢总爱伫迄个所在来结束。你若要刷卡，要用信用卡刷的时，爱伫10月以前。
以后是咱就来换做用现金，慢慢咱注意这项代志。然后咱看第10点第一小点，咱报家音，咱若社区中间，咱需要要报家音，会使伫事务部所在来登记。然后咱会派咱的用区最为主来伊个所在来报家音。咱看第13点，每年度咱算每年眼睛视野呢，咱要使用就是除了新眼光以外，佮加一个看性上帝话语，新眼光较属于一个读者吼，咱家己本身看了回应吼。每日眼睛视野是较属于作者伊原来意思是啥物？即两个当相辅相成的，互相帮衬吼。咱若要勉励大家伫遐买一本家己看，像是咱教会嘛，按说明年开始，每个拜二暗时，咱有一个查经班吼。咱真久无即个查经班，咱慢慢用即个每日眼睛视野来做查经班吼。拜三早起7点半到8点半，伊遮嘛有。然后拜二暗时7点半到9点吼，咱时间本来咱会去伫个所在来服务。望咱若要买的人，咱会面伫个所在来登记。咱看正面第2啊，到介绍是第2小点，第2点吼。来拜五，咱有祈祷会，咱才有呼应日本有权家族吼慈善音乐会。伊以前是每年拢到伫台湾来吼。今年有较晚是因为遇到即个伊个地震，所以伊遐受到真大伤害，所以到即阵再来吼。望咱较侪人来参与，咱会当有源奉献伊，嘛是要倒转去帮助，将遐个信息带来伫咱遮，然后带咱的关心到伫即个转去到日本的所在，嘛大家注意这代志。然后咱教会有即个咱有志工队，咱志工队拢有登记伫即个政府吼，咱伫桃园县政府所在，咱志工3位有1位队长，3位副队长，咱有登记伫遐，由政府社会局发即个聘书。阮伫即个所在发就是讲，咱真看重咱的会友，不管伫教会内底服侍，还是对教会外志工的代志吼。所以伫即个所在要请即个，咱的队长是水军吼，副队长温霞、美英、苏端，像即位会当到伫台前来吼，咱嘛用拍鼓来鼓励因吼。队长，在地政府方面，温霞、美英、苏端，咱拍鼓来。我来介绍咱今仔日咱中间有一位苏牧师吼，苏牧师伫咱中间，咱请伊起来，咱甲伊欢迎吼。咱今仔有福气来是因为要去食个婚礼吼，所以伫北体的所在先到伫咱中间，以前是4届还是5届？以前教会是4届嘛。4届教会吼，这是迄个市中啊，七星总会。本来吴玉花跟杨千在所在吼，咱个爱去了。这是老母甲即个囝儿吼，伊住伫复兴乡高义村吼，分享来。过来赖丽娟，那今天姐妹得来，给她欢迎。伊是这个中华路哦，台北竹北市的中华路哦，伫这个民传商专底下咧服务办。咱第7组，请第7组来关心。最后一个是李义瑜，姊妹哦，伫倒位？无迄个相片哦，吕义瑜，你私名带起来吼，伊住伫民生路12号，伫咱遮真近吼，
也是幼教老师吼，咱请这个地区组伊可能是伊是暂时伫咱中间来参与咱的礼拜吼，其实咱来看今仔日的题目吼，伊4篇150个篇第60，咱来读来。最后一站吼，咱来看今仔日的福音疑难。福音疑难讲，我真想要信耶稣，不过我较真少年吼，所以我应该先享受一个过一点仔快乐的这个记忆后再来信吼。讲安尼是，敢若讲信耶稣是无快乐的款吼，会当享受吼。但事实，咱以前信耶稣，咱拢知影，这个事实倒变吼。咱来信耶稣，伊那种人生的不忙一个，变成享受咱有平安。咱每工拢是着接触的同在吼，因为咱明白真理，咱才有真正自由的吼。咱心内充满了喜乐、满足甲平安吼。随时搁有主的恩典咧享受伫咱吼，咱能过一得胜生活，这是一个真受祝福的吼。所以咱安尼咱会当讲是无快乐，绝对是真快乐，用心底来咧发出来吼。颠倒面来看是。人若想讲会当在伊的意识凊彩行的时阵，我行我素的时阵，伊真可能伊所讲这享受生活，结果是想啊伫罪中间就捆绑着吼，心中变做充满了这个罪恶感，嘛受到这个罪这种捆绑吼，变做常常伊个所在来后悔着吼，这种生活毋是一个享受嘛，毋是一个快乐着吼。最后伫这个传道书第12章的第1节哦，这个是法务版，咱做来读一遍来。你真的拥有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好，就是你所说的话，我承认那些对自己想创造的主，咱讲咱的探诈的心智，一定感谢。最后，咱要来吟圣诗525首。这首圣诗总共有5节，咱要请会众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第5节、第2节甲第4节，咱要请圣歌队来唱。愿为万民求主照顾。请咱起立。Amen.
特别上帝所想随之然平安家己咯。主耶稣就疼大家怜悯，信心的安慰甲帮助，常常甲恁接人伫咧，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用这个时间伫遐来练习，因为我已经听你我听2个月啊，所以我讲你，但係佢用掌聲嚟嘅歌嘅，大家注意平安，若要祈禱啦，咱到台。